大家早上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辆Daihatsu Hijet Box 2021年的，从33千起可以full loan。这个长的车斗呢是7尺3寸，宽是5尺3寸。这辆罗里跑价是4万左右，很像新的啦。还有Digital Player 和 Reverse Camera 咯，非常先进。然后也是可以看看这辆罗里的引擎哦，车主照顾得很好，没有漏油，没有漏水什么的，可以看看它干净的咯。现在可以看看车斗啦，它是很宽一下了，对这种体积来讲非常适合做巴沙马浪的咯。现在车主刚换了4个轮胎新的，可以看看花还很多。花还很多，然后这辆罗里它是用汽油的咯，所以可以节省 cost 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联系以下的 WhatsApp 号码咯。